天风回来到牙齿最难照。我下次叫100-200个人把你包起来，你不相信你看着看，你现在要不要跟我对不起？天风回来到牙齿最难照，牙鸡巴牙。你的牙齿，你有牙齿吗？露一下，你的牙齿怎么办？牙大小，你的牙齿有比我帅吗？你的牙齿怎么歪歪的啦？哎呀，你没有，可以咬你，知不知道？你傻傻的，你没有洗牙齿哦？你是不是没有洗牙齿？你怎么看啊？你没有洗牙齿啊？你怎么看？跟你道歉，你怎么看？你没有洗牙齿啊？你要不要跟我道歉？你不道歉，下次把你骗出来，叫100-200个人把你包起来，你试看看。你现在跟我道歉，你现在跟我道歉，我再做什么事情都没事。你今天瞎死吗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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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死吗啦？各位，大家不要跟尤兆麟买打火机，他赚暴利。25颗本钱350，卖1000，运费150。他如果没有这样卖，他没有钱修房子。大家不要跟他买打火机，干你啊鸡巴嘞，傻小，很像是不是？你今天瞎死吗啦？啊，你要哭了是不是啊？你要哭了是不是啊？帅吧你啊，你要哭了是不是啊？讲话不要流口水啊！哇！你搞白吧？你等下你妈鸡巴谁叫人来给你跳咖啡牛奶啊？咖啡牛奶，恁白人讲我跳只要西瓜牛奶，西瓜牛奶怎么跳你知道吗？要不要我教你？要不要我教你？要不要我教你怎么跳西瓜牛奶？我教你，学我西瓜牛奶。下次我就让你跳西瓜牛奶。会不会西瓜牛奶？我下次让你跳西瓜牛奶哦！我下次一定让你跳西瓜牛奶，干你娘鸡巴！你再继续呛啊！你再继续呛啊！好，你搞到我跟你讲啊！你再继续呛啊！嘴巴在切啊！我下次就让你跳西瓜牛奶！我下次就让你跳西瓜牛奶哦！跳到我人数有破5000，我才放过你哦！要哭像一点啊！要哭赶快哭啦！规工你的撸小小的靠没啥小，你要哭赶快哭啦！要哭赶快哭啦！不要在那边假哭啦！你先吓死吧啦！赶快哭啦！赶快哭啦！这个咖啡牛奶啊！赶快哭啦！你下次就跳西瓜牛奶，你下次会跳西瓜牛奶，不是咖啡牛奶。我下次拿你的那个天风回来到牙齿对人道的那个打火机啊，直接烧你屁股啊！你直接对人烧我屁股哦！哎呀，来啊！看谁的打火机做的比较漂亮哦！哎呀，你想不想？40个暴力卖打火机哦！各位，公布爆料一下公社哦，拜托一下哦！40个打火机，25颗，本钱350，卖1000，运费收150。而且大家先汇款才寄出的哦，各位不要跟这种人买东西哦。黑白人讲，卖碟黑白人讲哦，鸡巴诶，卖阿白人讲，卖阿白人讲。哦，然后卖玉兰花的事情，你要不要跟线上的朋友解释一下？为什么你去西门町？为什么你去西门町卖你的玉兰花？你还欺负阿公阿嬷说那是你的地盘，你要来摆一天要收100块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地址今天吹供出来。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假赛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你看都不敢解释了。你都不敢解释了，你这个24868+9啊，戴帽子哦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不适合染这个头发啊，你戴绿帽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戴绿帽是不是？你现在什么叫做28啦？你是什么咖啊？你是什么咖啊？整天蹭我流量，整天蹭我流量。
讲话那么大声哦，哇，你有流量吗？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那你现在来主动，你现在来主动嘛。